艺术家徐瑞芬为了探寻词汇奥妙甲学习无同的技法，伊走遍世界各地寻访名师。伊的创作不仅是找回千年来伫白瓷顶面画图精髓，更融合了个人形象甲特质。尤其徐老师的每一件作品，大约拢需要长话时间的制作，阁需要一站一站去调色修制，技术含量真悬。一个作品要花我大概1年半的时间，所以没有那么的快。对，像这些全部都是手绘的东西，它就是一层一层慢慢去堆叠，然后一层一层的去松烧。那其实它的损坏力，你也不能太淡，也不能太水，也不能太油，也不能叠得太厚。那它可以在这边做展出的，表示它是 safe 的。成功3月文教经会董事长徐根修指出，灰仔工艺占台湾传统工艺51%。徐瑞芬老师的作品又工阁丰富，更是台湾唯一右上菜，工艺难度真高，实在是让人佩服。咱台湾的工艺吼，若做陶瓷的占51%，但是咱所有的陶瓷拢是釉下彩，釉下彩就是灰仔叫啥画好啊，放咧烧。但是若讲灰仔烧好吼，烧做瓷器了，较搁伫顶头咧画，啊，画了较咧烧，啊，每一个烧一届吼，有人只烧个10几届，这叫做釉上彩。啊，咱今日就来展览徐瑞芬老师，伊说，展出的作品吼是釉上彩，是咱台湾、咱中华民国唯一的一位这款的创作家。啊，伊的作品呢，经过20几档啊，走过10几个国家的学习啦，已经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啊，哦。啊，所以今日呢，伫带咱台湾市立文化中心来做展览吼，非常的精彩。徐瑞芬住伫咧国外26档的期间，作品的风格以欧风为主。2003年转来到台湾后，重拾无同的创作方式，以东方的元素结合西方的媒材，展现出东西方文化经典的作品。徐瑞芬也发挥语言天分，用中文、英文、日语、西班牙、德国等5个语言拍摄宣传影片。希望让国际更加了解伊的创作理念甲精神。伊的展览目前当伫咧台南文化中心展出，展期自即马开始一直展到3月底为止。介意词汇艺术的朋友千万唔通错过。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。